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不来，不来有注意报告。Cuma gua kirimu aja kamu ku ribata gidanga. Susah kerja sa YouTube. Sa ikan cia sa kamu ku. Mulai yo. 哦，买多笋。Karena singkir. 啊，你不用带东西吗？ Kita kemarin rencana kemudian. 哎，美安南，你先回来，我跟你讲。来啊，我们现在要那个转场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？跳一下，3、2、1，跳，用力哦！还没，3、2、1，哎，好，请坐。这边嘛，不然选举快要到了哦，你知道候选人有谁吗？你要怎么投票都清楚了吗？好，都做好，刚刚我们邀请到了呢，Vuvu Vic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来介绍自己。大家好，地外山是不党石门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会做的一个拿手菜是什么？谈不上拿手了，好几样就对了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要选举了嘛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今年我们要投票的项目，你会拿到几张票？我不晓得呢。然后糟糕了！你看，一定很多家里的长辈哦，搞不清楚到底要投几张。今年呢，3张，第一张呢，总统候选人的票；第二张呢，政党的票；第三张呢，立委的票。好，跟我们讲声。好，投票要记得带什么？咁啊，做大面本少啊，多演讲，大家可能做，你那给那做人家嘛，给我那等本。Vuvu 的意思是说呢，你去选举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带3个东西嘛，三个伞，身份证，面本少，是个什么伞，演讲，是个什么记录，通知单要怎么讲？是就嘛讲那件都新旧啊，还都不，那个叫什么？还都不是。700讲那件东新旧弄印的，啊，是不起。没有通知单这个主语啦，那刚到加盖哦。700还都不明细感。就是给我们知道的那种纸张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带这3样东西。你如果没有带的话，就没办法盖。如果你没有带印章的话，可以用那个盖手印的，可是很麻烦，你会造成选务人员的困扰。因为你如果是盖手印，他还要找2个人帮你签名，后面的人就会等很久。然后如果没有通知单的话，人家还要一个一个去翻。部落的长辈很容易说，反正他知道我是谁，可是问题是那个名册很厚，所以他可能要一直翻，翻到你的时候就很麻烦，我都晒人家了哦。如果你通知单不见了，打电话到户政事所说，请问一下我的那个编号在第几页第几号，这样人家就很快的可以找到你。最后要提醒大家呢，在那个投票所的地方，千万哦，2件事情有根据那个公投法，第一个就是你那个票拿了以后，你不能带出去，拿了你去投票所，你不能就我没有要投，我又带出来了，这样子可以罚1年以下哦，跟紧1年以下哦，或是1万5罚金哦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说，你如果把那个选票啊，你说都很烂，不想要投，这样就给它撕掉，可以罚5000块以上哦。你如果想要投废票的话，你可以写你的名字然后盖啊，反正一定要丢进去啦。丢进去就对了。对啦，你不能说撕掉或是带出去会罚钱。去别人说把那投票箱。喂。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，8点到下午4点是投票的时间。好，1月11号。要记得8港单就1月11号。去投票怎么做？来个新旧。好，最后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：身份证、民本秀、印章、但是通知单，看都不是把什么到新旧的时间，到一段那才给你说呢。很重要的，投票的投要怎么讲？登本是盖的意思，其实是我们没有投这个动作，这个说法，没有。对，我们的投票呢，因为你是这样盖章，所以登本就把大家印到投票箱。最后呢，我们有那个问答练习，你要投给谁？我要投给 Vice。今天很谢谢呢，Vuvu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投票的主语该怎么说。不管大家有没有喜欢，有没有听懂我们讲的，我们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赞。好，先给一个好赞，还有再对那个赞。好。奴将来生都做干木哥，你可以怎么做？
麻烦马子第一个，你说加油粉，你送送啊钱，好不啦，拜拜。